也若国民党即届总统选输，有人是爱党主席朱立伦落台，也毋过国民党昨昏开中常会，朱立伦是强调讲伊会承受，会继续带国民党改革做到伊任期结束。目前国会是三党拢无过半，风声拿赢是按算讲要互韩国瑜配黄国昌、韩昌配。虽讲黄国昌已经表示讲伊无兴趣，毋过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是无甲话讲死。立空理事大选结束，国民党好空配败选，和北京党主席朱立伦的声音起来。也毋过第选后头一场中常会，朱立伦强调，家己会继续尽职负责，带领全党进行检讨改革，一直到任期结束。我可以一走两之，毫无眷恋，但是我听到更大的声音，要求我要坚定的留下来，扛下来，不可以一走两之，心痛仇快。检讨的声音我都有听进去，也悉心的接受。侯友宜自己努力不够，我相信这些批评跟指教都是为我好的。回归新北市政工作的侯友宜公告败选，表示是家己无够拍拼。中心阁主持的副手赵少康是话讲刷落来三党无过半的立法院应该拿白合。你如果说合作，你加起来有62席，那是很大的力量，在立法院非常重要的。你不过半，你跟5席是一样的啊。没有差别啊！从正副院长开始，建立一个合作的模式。国家传出拿赢有意推动韩国瑜联手黄国昌做韩昌配。竞选立法院正副议长，虽然黄国昌回应无兴趣，也毋过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无将话讲实。哇，这实在太有趣了！韩国瑜加黄国昌，这实在是。哇，这个画面很难想象啊！候选人要有政见发表啊，就是说，你希望怎样？所以不急的，还有2个礼拜，给大家思考一下。郭文哲指出，想要选院长的人应该表态感谢认同国会改革的想法，同时也讲唔通将民进党甲新潮流画上等号的讲法。黄街头可能准备立白合，因为国民进党立院党团总调郭建民指出，郭文哲的话听听就好，对立法院两头之争表态，民进党一定会推出家己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